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有要来选总统的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，早起是坐华航的班机到日本来访问。郭台铭是早起一透早，甲太太现身伫台北的松山机场。记者甲追问，国民党哪像是要征调着侯友宜来选总统，是毋是感觉家己各方卡咯？郭台铭是笑笑啊，甲咱讲，谢谢，等下再搁讲。记者搁甲追问，你是对家己有信心，或者是对国民党有信心？伊是来回讲，伊是对中华民国有信心。不过，民众党有一个前中央委员质疑郭台铭参选的动机无单纯，讲郭台铭是为着要互鸿海代替着台积电，最后会互台湾半导体人才西进中国。针对这种的讲法，鸿海公司特别发消息来驳回，讲这是无影无迹的代志。我看起来国民党要征召侯友宜耶。落车就叫媒体问2024总统相关话题。或者国民党征召会不会自己脱党自己出来选？后面，郭董，你会是在2层的后面吗？不好意思。进前出访美国了后，郭台铭去日本，下晝8點半左右，和太太詹欣盈出現在松山機場，準備坐飛龍機。你会说国民党会征召你还是侯友宜？小心楼梯哦。反正这个问题含家己就讲袂准，因为即摆香港是国民党征调侯友宜的上大变数。郭台铭囝头前无话无句，就到要去管制区，才总算讲这句话。礼拜6回来再说。对中华民国有信心。大陆争取叫国民党征调选总统，过党真济动作，进前嘛用科技经济粉块面机来访问美国。不过，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一山认为，郭台铭参选总统的目的无单纯。郭台铭参选总统，就是让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在所谓的美国的晶片围堵下，产生一个破口，把台湾的半导体产业的人才全部吸进到中国去，这个就是郭台铭他参选总统的大生意的目的。对这件代志，鸿海来驳回张一山所讲的是无影无迹的代志，有可能会改革来维护集团的名声。想要坐台位的郭台铭出国等于人民净化，嘛叫外界质疑伊规心是要做生意，一摆去日本和日本政界、商界重要人士交流，对于选总统之路是加分，或者是扣分，也真恶讲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